听众大家好，现在我们用我的小账号来换这个地狱跑酷塔，好吗？通关了，轻轻松松啊，开玩笑而已吧。开玩笑啊，你们不要相信啊。其实我跑酷技巧很烂的吧，但也不算是很烂，但是总括而言就是真的烂，好吗？就技术不好，我也可以的，但是跑酷大神也算。能不能啊？这一关很难呢，这很难呢，这么快，哎呦，很难呢，很难啊，好吗？好吗？各位观众，来跳跳，啱啱唔係掂到咩？我居然冇嗨嗨，好東西喎，有啲上強度啊，有啲雖然唔係話太上強度，不過算不要緊咧。聽唔聽到啊？我一格子音。哇呀！而家玩呢啲遊戲好猛整啊！雖然可能各位觀眾會叫我唔好拍，不過都係拍下娛樂啊嘛，係嘛？娛樂係宗旨，唉！我跳，好難啊！雖然有啲高手觀眾會覺得唔係好難啫，但係對於我呢啲玩咗1、2年嘅係真係有啲難。我24年開始玩，哎呦 my god， 唔得啦，唉！始終啱啱都係光切啦，佢點㗎消失啊？果然，低重啊 ！Oh god！ What？ 咁快去到終點開外掛咩？使乜咁癲啊？開外掛唔好玩。雖然我唔係限制你哋開外掛啫，但開外掛就冇通關嗰種樂趣㗎啦嘛，係咪先？係咪先？你哋各位觀眾係咪先？等啱時機，跳。我哋玩其他遊戲，各位觀眾，等我轉遊戲。最近啊，我玩呢個遊戲都好叻嘅，啱啱好開始。嚟啦！睇下我啱啱。我幾個鐘之前玩過嚟，跟住個記錄仲保存喺度。我差唔多接近世界第一㗎，雖然可能會有啲觀眾玩呢啲遊戲更加強，所以我唔係話太敢認係第一，我第二，反正可能會有啲高手觀眾。唔好搞講冇得啊你真係。好彩我有自動射擊啫，如果有啲人鬼探頭出嚟，我即刻射佢咯。我肥佢，唔係肥料我肥啊！哎呦 ，nice， yo man。我要擰住面即刻爆頭啊！好嘢 ，Yo man，見到遠距離，要觀察埋後面有冇先，因為好危險啊！後面有冇人？有的哥們兒，有的。哇！
耶！26級啦。好似冇乜點爆頭咁樣喎。爆咗啦！爆咗頭！好啦，哇！我的高頭是不講武的。哦，俾人冧咗，nice！哦，爆頭！睇下先，我開 shot 嘅。我開 free cam 啊，又唔可以話 free cam 嘅。哇！爆頭，繼續爆！哇 nice！ 雖然真係唔係好勁，但係我之前試過殺到100幾個人啊 ！Not kidding，OK？Not kidding。後面扮咗一槍，我一開始以為呢個遊戲有分組啊！拿嘢 ！Oh my god！ 紅色框，小心一啲啊！冇留意後面有人。哇！佢一鬼探頭出嚟，我直接爆佢頭。哇！好誇張喎，好癲喎！哇！正啊！就係之前佢哋一大班人圍過嚟，我逐槍咁樣射，都趕唔切啦。所以我直接連續射幾槍，但唔好話我開外掛，但我真係冇開外掛到。Oh my god！ 佢點射我㗎？唔怪得個 free cam 會不由自主地動啦。Oh my god！ 9%， 爭取時間玩完呢鋪就完啦。61殺。睇下可唔可以去到6-7？ A.O. 隔咗埲牆，一牆之隔。耶！OK， 咁各位觀眾，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，拜拜！記得訂閱。